在台风期间务必要加强劝导。新竹市长高虹安顶礼拜，佮伫灾害应变中心无用救灾，也毋过以涉嫌贪污，去互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7年4个月，市长的职务也互停职。啊那到底是谁将案件压出来？媒体讲是一个4个人组成的压料者联名。有爆料者向检调单位提供证据检举，并立案调查。案件为2012年，新竹市长选举期间，国民党的候选人林景仁带头开第一枪。也了有人向检调检举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原来当时无合合作的，就是这4个也了者。是讲林景仁后消息敢若因为国民党内的压力，无过继续追查。也了者联名才转去找媒体。平面的媒体报道，4个也了者内底分别有高虹安代自工所时期的好友，以及企业的前同事甲政治工作者等人，伫选举的时阵串联做一伙，收集高虹安求学到立委时期的资料，想要到竟然找到诈领助理费证据。法官今天的宣判和10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费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有非常大的差异。高虹安成功获判刑，无后的也了者计划的过程嘛真简单。为着严人帮卖红查出身份，因特别警惕新竹的秘密基地见面。新竹的鱼港边海风正透，像安尼场地，风声会当阻挡其他人偷听。包括18尖山的西雅亭，因伫暗时见面，选伫山区，若有车经过，会当随时注意。另外，鱼港看看风嘛正透，真歹风录音，也有国道的关西休息区。见面的时，佫会专工做共享汽车，嘛是伫这个所在交付关键的随身碟。如今一审，高虹安去互判刑，也了这证据，敢是真正会当定罪，也得爱看法院后续的攻防。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